三位皇孙，我练就当先铁骨。来人啊！在。四大皇孙，大刀一支，五羊十只；二三皇孙，五羊十只。米酒一炉。是。相公。哈哈哈哈！四皇子，皇，你甲看，你三位的兄长，个人都有一个健壮的囝儿，也你，到现在也未出车，但是，你这回领兵攻破宋朝，就去宋朝不孝兄弟，建立广大战功。国王有意想要甲你选妃，多谢父王你的好意，但是新儿有誓言在先，未出的宋籍江山，绝对唔出车。四皇弟，你真是有志气！哈哈哈哈哈！叔公啊，你带老龙出条情，你来讲迄种话啦，讨厌。我不知道方话敢有对应就是。咱老龙出一向上听你，也你的功劳是美女，后日大金瓜江山一定是你的。等你啦，我要娶某生囝，等这个江山从以后要谈到什么人呢？嘿，叔公啊，你冇手续啊，你决定要夺取宋籍江山，等你也无囝，等于留这个官，留这个位，也无就是为着啥物话咧？我劝叔公，你赶紧移这啊回来。对啦，你在落安州。我带一个小女子，甲一个英雄倒转来，到底现在哪样呢？好，我你加入我来。起来！叔公要甲你讲话啊！姑娘，我问你，你姓什么？这个囡仔叫做什么名？我姓余，我才姓陆，这个囡仔叫做陆文良。哦，陆文良。遐尼多。迄伊也姓陆，姑娘，无家有意，要收文良为义子，你可愿？哦，袂用个咯。叔公啊，我看这囡仔吼，迄甲陆丁相同款，我怀疑讲甲这陆丁是有关系，所以我将伊母仔囝甲抓来咱本国，要慢慢甲审问一下。那怎样？我当叔公。我你看到底啥？啥甲收起来做二囝？陆丁相貌威武，那是小有的英勇豪杰。这个囡仔若是有诚意，将来一定不是泛泛之辈。嘿，
伊也毋过身份不明，迄万一咯。不过伊的老爸甲伊的阿公，敢是讲你甲刣死啊？敢也有啥物问题？哎呦，也毋过伊是汉人，汉人哪有啥物要紧？你甲看，这个囡仔骨架这么清气，我若教伊识文练武，将来若成人了后，一定无较输我3位王兄遐个亲生囝哦。你像安尼做文良的义务，代替母家来哺乳养文良成人，唔通大意哦。你好好甲伊照顾，无得甲文良将来是大金国的浪子。大娘，大娘，小姑娘啊，这是我亲手煮的点心，趁烧你紧来食。多谢哦。陆大娘，我会记你讲，你敢是捌甲我讲过陆殿下，因老爸是伫咧卖菜。是啦。实在是足奇怪，看陆殿下的相貌，分明是将门的后代，想袂到，哪会是一个卖菜的囝咧？小姑娘，因为文良是浪子家母养成人的，伊有大将之风，这拢嘛爱感谢浪子的栽培。大娘，你伫咧讲的话，我可唔相信哦。安怎讲？我看殿下生做遐尼正将才，眉清眼秀，分明是蓝调少年的英雄。浪子的目睭实在是看唔到去哦。这个代
志，你千万唔通乌白讲哦。我无乌白讲，玉殿下是当年罗安州这道赛玉顶的囝，对吗？你哪会知影？请大娘恕罪。拄则我有看到你伫咧遐伫咧痛哭，伫咧讲你的心事，所以我周姑娘啊，这件代志事关重大，咱偏偏是中原人，你千万都唔通泄露出去哦。大娘，请你放心，朱英哪会敢做迄款欺装灭祖的代志？周姑娘，你甲你的小弟拢是汉人，你哪会住踮咧金国？我嘛是甲大娘你同款，是不得已的。是毋是？会用甲我讲？当然会用哩。我若无讲，大娘你对我要哪会当放心？15年前，阮阿爹做营，被金帮骗来投降，阮阿娘气甲口中鲜血，一命煞死。阮阿娘要死的时阵，佫偷偷仔甲我讲无论安怎都要想尽办法，甲阮小弟脱离金帮。唔通永久待在遮。家庙死还袂到1年，阮阿爹也染病离无。我甲阮小弟，拢是年母甲阮母养成人。阮小弟做用，历代无强，毋才会使龙主遐尔啊疼。13岁的时阵，龙主就封伊神府小将军。这几年来，龙主实在是对阮袂歹，也毋过，我无一天无伫咧想阮阿娘要死甲我交代遐个话。我是汉人，我就爱倒转去中原。会。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倒转去中原。我要搁甲文良讲，叫伊着爱杀尽金兵，活掠金玉珠下袂去，体谅大人报仇。对，大娘啊，咱伫咧讲这个话，千万唔通互阮小弟知影。阮小弟生性较懵懂。若互伊知影，恐惊伊会走漏风声。我知影，这件代志，咱来暂时瞒骗文良甲左右。哎呀，殿下，人甲你讲开半工啊，无你是有听到啊无啦？你逐工较讲嘛是共款遐个话，叫我陪你去打蜡啦，叫我陪你去骑马啦，你免讲，我就摇会出来。你哪知影？那呢？你啥那我陪我来去骑马？我无迄闲工啦。什么叫做无闲工？你哦，做哪检看一点嘛，你就有时间啊。行嘛。哎呀，你莫甲我救啦！大哥啊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是啥物代志啊？我吼拄则吼，唔知哪无代无事吼，一双手有查到举一堆落1000斤的石锁哦。你想看觅咧，这落是毋是天赐我的心力？啊？哼，真实的啊！我只咧稀罕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人殿下不但会当举起石锁，佫会用个等咧半空中，再佫用一手甲接起来。哈，大哥啊！你会晓安尼，你哪拢毋捌甲我讲啊？啊，
人伫咧讲吼，迄大鼎袂前滚，迄细鼎就强强滚啦。哼，啊人殿下毋是种细鼎，这袂替家己咧分家规。吼，啊若安尼你讲的，迄个细鼎毋着我呢？啊你本来就是细鼎，嘿，在咧操蛋。你是真可恶呢？安那？你咧分家规啦？我哪毋知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贤弟，你安尼减讲一句啊，对，好毋好啦？哈莲啊，你莫遐尼搞话好。莫喊搞会使啊。殿下，你答应陪人来徛马啦，吼，行啦。哎呀，我唔答应。二母，英姐姐，这久无看到你啊，我偌尼才想你嘞。哎，英姐姐，顶一日你甲我做迄领箭炮，是绣好啊，还袂哈？也袂啦，你有赶要精神，电下你若有赶要食，后日我再来赶眠工。唔免，唔通赶眠工，赶眠工会拍歹身体呢。嘿，你是啰嗦耍袂啦？殿下，陪人来去啦。回应你，公主，你是军师下袂起的掌上明珠，如果是龙主的义理，阮文良啊，免来配你这个金鸡玉桥去徛马。再讲，文良伊也着爱读书，也着爱练武。我看你还是去找遐个青龙郡主陪你去。一定是你咧变鬼吼！嘿，喂，你是袂用去欺负阮大姐的哦？欺负伊啥啦？周英，我劝你还是回房，等你斟酌想看卖。你是家大殿下，加几多岁呢？公主绝对袂离你太做伙的啦。海云啊，不准你乱讲！你唔通想讲你安尼对付我，就会当达成你家己的目标。你免咧做吧，我会对付你。
姐姐，是我啦。啊，是电啊！林姐姐，你来这么暗过来？我是要来看你。是要来看战报收好啊，还未成？已经收好啊啦。林姐姐，我是要来看你的。林姐姐，我知影今仔日哈莲娜甲你讲遐个话，你一定真伤心，所以调工要来安慰你啊。这是小可代志，我要哪会讲遐尼无度量？你小事家放在心肝内。姐姐，我实在真敬佩你，你有这种超人会起一天哪量，哈莲娜要甲你比什么？请你莫安尼讲，这么暗啊，爱赶紧回房休困。好啦，也毋过若伫我要走的以前，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呢。这是阮姨母叫我甲你问的哦。是啥物话？你讲啊，我一定会老实回答你。阮姨母是讲，你是毋是会用永远陪伴伫伊的身躯边？这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，你愿意做伊的身躯无？英姐姐，这是阮姨母问的，这毋是我的代志啊。你何必讲？人姨母才袂叫你来问安尼咧。英姐，姨母啊，紧的啦，姨母，英姐姐在受气啊啦。陆大娘，这个是我叫文良来问你的。哦，我绝对袂互文良去娶哈莲娜，因为伊的老爸是哈袂起。这件代志，相信我毋免讲，你也会当明白。也毋过，哈莲娜对文良袂当死心，为着要免去这个麻烦，我只好先将文良的亲事甲定落来。文良对你一向是又敬又爱，只是毋知你是毋是有愿意。英姐姐，你讲啊。你走遮紧是啥物代志啊？嘿，大哥，有好消息，有好消息咯！我拄则吼听到军师伫咧讲，人龙子吼已经下令要叫你去罗安州做太守呢。是真是嘞？你知影什么时阵要互我去啊？所以我就唔知影啦，是讲吼，你明仔早透早你就会接到旨意啊啦。真是嘞？姨母，你是安怎啊？文良，你要去罗安州做太守，你要去罗安州？是啊，这是父王的旨意啊。姨母，这一摆我较算也是真是去到中原，我绝对要来去迄个名胜古迹的所在，佚佗哦安尼欢喜欢喜的。文良，既然是去到罗安州，就爱是先去祭拜。着带领因翁仔某的坟墓，知无？姨母，是安怎样？我爱去祭拜玉大人翁仔某，